西外桃源五行之氣，係丹陽修煉之聖地。仲記得荷里活個巨片《阿凡達》嗎？雲海先生嘅世外桃源係回歸大自然嘅靈感。呢啲唔係片場嘅佈景啊，係真正廣西雲海啲針山嘅世外桃源。廣西河池丹爐山世外桃源嘅山景區，歡迎你哋。丹爐山歡迎你哋嚟揭開其中嘅600年嘅丹陽文化嘅秘沙，考古600多年龍脈煉丹嘅聖地，世外桃源嘅天人感應同埋天人合一嘅修行嘅聖地。而家我哋由考古學古典文獻去查看600幾年前嘅丹爐山嘅修養嘅聖地。丹爐山係由一條延綿不斷嘅龍脈所組成。丹爐山整體咧就好似一個陰陽太極嘅形態，中間嘅峽谷咧，好似太極圖嘅 S 嗰條曲線，右面咧就係陰，左面咧就為陽，煉丹爐即係外丹，同埋內丹修煉嘅聖地咧，都係喺左邊純陽嘅龍脈匯集地上，真正係風水嘅寶地。而家大家睇到嘅咧就係三山赤水宮嘅位置，真正好似世外桃源嗰個丹爐山。而家呢個咧係上山一個關口嘅位置，大家可以揭開神秘面山由天門上去。丹爐先生而家等緊你哋嚟。丹爐先生真係一塊五行之冠嘅修煉聖地。而家大家睇到嘅咧係一條神仙玻璃嘅索橋，橫跨咗2個山頭。一條環繞着山邊懸崖嘅神仙玻璃索道。
世界唔同嘅地方，好多考察嘅團隊都嚟一齊去揾呢條龍脈風水之地。而家大家睇到龍脈嗰個匯集地，同埋去到煉丹爐嗰個龍頭個位置，沿住嗰啲石級上去咧，就可以去到古代煉外丹個爐個位置。呢一款就係坐響個火爐個頭頂個古代煉外丹個爐頂。呢啲就係已經煉成咗嘅金丹。呢啲咧亦都係煉成咗嘅長壽養生丹。關於傳統中華外丹嘅醫學術或者係外丹醫道，容志毅教授有一生嘅研究，佢會響丹爐山修煉聖地教導大家。呢位就係廣西民族大學容志毅教授。容志毅教授會親身帶領大家上山去採藥。丹爐山係外丹山草藥嘅寶地，有好多醫療功效好高嘅好藥。呢種係叫做犁頭尖嘅山草藥，係用嚟解毒清血。呢款係叫做忍冬金銀花，係用嚟消炎同埋解毒嘅。呢款咧叫做算盤子，係專嚟去醫肚瀉同埋瘧疾嘅。丹爐山珍藏嘅《本草綱目》中有各類上乘嘅藥方同埋符方。丹爐山除咗係外丹術修煉嘅地方，亦都係內丹術修煉嘅聖地。呢度係內丹術修煉內丹閉關石碑嘅位置。古時就會有好多內丹術嘅修煉者一齊嚟坐望。傳統嘅內丹醫學術，乜嘢係修煉嘅聖地？堪輿之學，五行之極，修煉之決，風水之地。傳統內丹醫學術修煉嘅聖地咧，一定要有陰陽五行之氣。大小宇宙之氣咧，就即係陰陽相對啦。咁木就為肝，金就對肺，土就為脾，火咧就對心，水咧就對腎。五行之木氣，即係天然嘅古樹。好木嘅元素咧，就一定要有千年嘅古樹。由五行壯象亥陰陽比對嘅木元素咧，就歸藏於肝。最強大宇宙能量嘅金氣咧，就係隕石。
丹徒山有自己珍藏嘅天外來客去隕石。丹徒山仲有好多帶金屬元素嘅礦石。五行藏象學嘅金元素呢，就歸藏喺肺。最強大能量土氣元素嘅礦物質就係水晶。丹徒山仲有完全未開發嘅山窿，隱藏着好多帶有極高醫療養生效果嘅土氣礦物質。五行藏象學嘅土元素呢，就歸藏喺脾臟。最強大宇宙能量嘅火氣呢，就係太陽，亦都係電磁場。嗰啲宏偉高山喺上面隱藏咗比較強嘅電磁場。下宇宙嘅電磁場呢，直接會影響到我哋小宇宙人類嗰個電磁場。即係話太陽嗰啲電磁場呢，係直接影響到我哋人類個大腦個波頻。另外一種影響到我哋人類心身嘅健康係地球中心熔岩嗰個火，亦都可以有人叫做龍脈嘅土嘅地氣。仲有呢，帶有各種火氣嘅溫泉水，係對人類健康呢有好極高嘅養生之道。五行藏象學個火元素呢，係歸藏喺我哋個心。大家唔好唔記得，水亦都係萬物維持生命嘅重要元素之一。丹徒山嘅長壽嘅礦泉水嘅源泉呢，係由山洞裏面深處流湧出嚟嘅。丹徒山景區嘅世外桃源嘅河道，環山面水真係修煉嘅聖地。喺五行藏象學嘅比對呢，水嘅元素呢係歸藏喺我哋嘅腎。古人都有講：吾善養吾浩然之氣。丹徒山五行之冠修煉嘅聖地，而家慢慢呢係俾國際醫學界發現得到啦。丹徒山為世外桃源、五行之冠修煉嘅聖地，而家慢慢俾國際醫學界發現得到。國際知名醫學嘅研究，梁恩貴教授帶領嘅古代中華內丹科研群組，希望喺回歸大自然嘅環境之下，建立一個天幕嘅研究基地。
Sing. Rise. Sing.呢度咧，大家睇到梁恩貴教授 Sing. 帶領不同國籍嘅病人，教導佢哋我哋2000幾年 Good. 中國大王 Right. 對13世 Right. 開 Back 會 to 水 center. 丹嘅內丹功法。梁恩貴教授響世界各醫院大學教授西方嘅醫生，我哋中國嘅傳統中華內丹醫學術。梁恩貴教授喺完全唔用藥物之下救醒昏迷咗年幾嘅病人。療法係要將大腦嘅全昏迷 delta 波頻轉翻去全清醒嘅 beta 波頻。8月1號到8月9號嘅夏季，梁恩貴教授會帶同古代中華內丹醫養科研嘅國際團隊，歸大自然世外桃源嘅廣西丹爐山作考察及採納五行之氣，歡迎各界人士一同嚟體驗大宇宙浩然天地人之氣，回歸大自然。美麗舒適嘅丹爐山酒店群。世外桃源修練勝地廣西嘅丹爐山等住你哋啊！可以直接同佢哋聯絡。國外嘅聯絡電話請打以下嘅電話。